好，來繼續來看前總統陳水扁的查囝陳幸妤，講甲伊的翁婿趙建明離婚了。上主要是趙建明轉述 Google 的評論出現一條自稱是情某的留言，所以兩個人離婚的消息才傳出來。前總統陳水扁針對這個事件，敢若用無補充4個字來回應。那伊的小弟陳致中的鋪文是間接來證實陳幸妤已經離婚。趙建明閣可檢索 Google 評論中有一條以陳幸妤名義留言的一切負面評論，第一句話都講家己是情某，內容更加批評醫療處理甲感情的生活，用字甲風格，互外界一看就講這是陳幸妤的風格無毋對。這段留言也料出，兩個人已經離緣，早起陳幸妤由外務去診所上班，其實這幾年這對翁仔某真還在做回上電視。王今天有沒有高興？2016年，陳幸妤去科診所開播，趙建明帶後生前往現場甲祝賀，規家屬佇鏡頭前笑甲長甘鼻甜。外界也真罕看到陳幸妤充滿幸福的笑容，因為過去大家對這個卡在第一千金印象攏是。無論佇台灣也是美國，為了捍衛家己的權益，伊佇鏡頭前每個看戲，也毋過私底下伊其實也有溫柔的時陣。上班的陳幸妤都無遐氣牙牙，面帶笑容，親切甲患者互動，甚至把後面眾看到會甲因老爸佇診所笑嗨嗨的畫面，而且也有患者透露，陳醫師對因講的冷笑話，攏真認真回應。他不太講話，所以咁問伊個回答。禮拜啦，人足親切。針對這個，敢是有人用假笑話來留言，前總統陳水扁敢若回應無補充，因小弟陳致中也佇社群發文章，先將因阿姊生日快樂，刷來講，歡笑向來消息處，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。雖然話無講頭機，不過也充滿暗示。20年來，我們對他的本來就是較真啦，基本上在這種事情不會說謊。目前趙建明繼續用檢索業主的身份回其他網友的留言，強調唔是事實。陳幸妤甲趙建明自2001年結婚到今已經將近25年，如今這段留言也引出兩個人的婚姻，疑似已經結束。